咁如果咧你就係本來應該咧就老闆叫你要聖誕節翻工嘅，咁但係你自己真係唔想翻工啦，因為有屋企已經約晒親朋戚友飲茶啊，已經諗住唔使翻工嘅，咁你就直情就唔翻工啦，就冇翻工嗰日。咁嘅時候，第二日老闆咧就唔高興啦，佢可能就對你有啲可能對待唔好啦，或者係 cut 咗你啲鐘啊，或者直情係叫你唔使再翻工啊，咁嘅時候咧。咁呢個算唔算係有報復啊？係咪合法嘅呢？咁嗱，首先我哋要睇下佢個老闆嘅行動先。如果嗰日老闆已經安排咗你翻工，喺勞工法老闆係有權要你幾時翻工嘅。咁就算咧係節日嚟講啦，節日喺美國雖然對一般人都係好重要㗎啦節日，但係原來節日以勞工嚟講咧，亦係當係平時嘅翻工嘅日子一樣嘅啫。咁尤其是如果你係需要有照顧屋企人啊等等嘅原因咧，你應該同老闆預先申請咯。但係如果你係毫無理由嘅，即係話老闆話我嗰日需要你翻工，咁但係你冇其他合理嘅理由，只係我嗰日就係唔想翻工，因為我係想同屋企人出去玩咁嘅時候，老闆係可以不接受呢一個原因嘅。咁如果你唔翻工咧，就即係話我哋叫 insubordination 啊，唔聽話嘅話咧，咁老闆係可以懲罰你嘅，即係俾 warning 啊，或者佢係叫你唔使再翻工啊，或者話你以後你翻少啲時間啦，因為你都唔聽話咁樣。嗱，除非咧你係同老闆講啦，譬如如果又係聖誕節或者係某一個節日咧，係同你嘅宗教信仰有關嘅，咁你就係話我係用個宗教嘅原因咧，就係嚟要求咧係俾我呢個放假咧，因為我係以我嘅宗教咧呢一個節日咧係唔應該係做嘢嘅，因為有啲宗教節日咧就係話你當日係要休息嘅咁。若果係有咁嘅原因嘅時候，而老闆不接受啦，咁呢個就係老闆違例啦，因為佢係違反你個人權法咧，你係有呢個宗教嘅自由嘅。咁當然其他嘅或者你係需要照顧細蚊仔啊，或者你有醫療上面嘅需求要去睇醫生啊，啱啱嗰日係有其他人係翻工，咁你安排咗嗰日先放假可以去做你嘅即係醫療嘅問題嘅時候咧，咁樣咧你係可以有呢個病假啦，又或者咧你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請一個假期咧就去照顧你自己嘅家人啊，如果係生病啊嗰啲咧，如果係有其他合法嘅假期嘅原因咧可以放假嘅咧，咁老闆都係要俾你放假嘅。咁所以我哋將節日嚟講咧係同其他嘅日子咧係一樣咁樣去處理。